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王小琪。我哋下呢系到土壤嘅两滩起，大家看到呢一片系茶起哦，其实都跳过，其实也风体冻久了哦。不过你也看到农民呢，冻到个老呢一片土地亏欠，做新安用一辆动车哦，还看呢老呢个茶用啊也种下去。你系土壤市政府所推出的，希望了个土壤两滩嘅平地茶壤嘅推展计划，都系希望鼓励农民到跳过风体嘅茶壤，做啲重新种起来，为种茶冻好，又效率也冻好。不过呢，下问题系，嗰重新种茶又昂贵哈，尤其从水群天时都冻唔好，多呢下都冇落水，所以从农民种茶需要嘅关键实施，就变做推展呢个计划，成功唔成功，都重要嘅关键咯。啊，除咗关键之外，还有哪条难题系农民都甲副港嘅时节为督导嘅呢？全民台北今日就来到两滩找到大家，向下来面对还有关心起教了嘅议题，你哋行样批去到贵妃讨论现场。好，欢迎大家嚟下天天讲条来到贵妃讨论嘅现场，样批为大家扫嘅里边，第位呢扫嘅呢系土壤市政府农务科嘅科长副署副副科长好。主持人，然后副厂长，还有系主任和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你，请坐。接下来嘅里边扫嘅系农委会茶柜厂嘅副厂长邱翠凤邱先生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你，请坐。今日负责嘅代表扫嘅系亚太创意技术荷兰茶米技术应用内嘅主任蓝方仁蓝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副科长，副厂长，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欢迎大家吼，因为采草呢专门都系对那个茶米还有茶山样系非常安了解里边。当然现场也分享采地嘅种茶嘅朋友，还有因嘅农民乡亲，你哋好，大家好。因为天气冻寒吼，来到两滩开工前景市道冻树上，大家看到爱俩起个位啊，后背几大片困啊过去都系抢油个茶染，讲到了个茶，其实呢跳过都讲系南通北茶，讲系都跳过就100年个历史，了所谓个台湾茶米个历史文化，主要个重心重镇就系到呢个北台湾，尤其呢到土壤，大家做咧看到，呢留洋个所在两滩嘛，到全台土壤。地区来讲，你下有500人公顷嘅种茶嘅面积，应该两滩地区呢，了解所在，大家看到峰一点，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又超过7箱到8箱，400人公顷都会到，呢个两天来来种茶哦。所以呢都相当讲，年内啊，龙潭茶它的算是桃园台地嘛，海拔大概在200公尺左右。这种平地茶在台湾也有一定的特色，还有它的重要性。不过我先有一个。在开议题之前呢，先一个普遍性的概念问题，想要先请教我们的副厂长哦。您过去讲说南塘北茶，尤其是我们桃园的这种龙潭的平地茶，过去有一定的地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面积400多公顷，跟南投的茶，它现在的面积大概超过7000公顷，首仗台嘛，怎么样？我们曾经是居于一个历史的重心地位，但是它的产量或面积也好，会下降成今天这样到了一个低水平的程度呢？好，我们知道哈，以前在台湾在日据时代哈，就是有南糖北茶。南部以糖为主，我们北部以茶。当初在光复的初期哈，我们台湾最大的茶有将近48000多公顷。4万多啊！好，今天那光是我们桃园或龙潭呢？对，那我们桃园的话，在将近有9800多公顷。那是极盛时代。对，极盛时代。那怎么会没落、失落了20多年，摔得这么严重啊？那最主要是一个，我们南塘北茶，包括台北现在的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大概以前产的茶，大概都以出口为主要的目的。那随着在民国70、80年的时候，整个经济的起飞，那我们的茶叶的一些出口就少了，然后接着我们的经济，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用地，变成一个科学园区。
像我们现在最有名的六湖村啊、小人国，以前还有都是种一些很大的一个的茶园在。所以种茶的用地被征收、被使用了，那是种茶的人力可能也随着工业化而慢慢的外流。那副厂长会觉得说，我们桃园的茶本来有很好的竞争条件，所以现在没落，会觉得很可惜吗？当然非常可惜啦。是啊，把它创新开来哈。好，既然那个茶挑过来历史共进安后，他们想办法有个突破性的一个政策计划，就是呢，桃园要拼所谓的茶经计划，是锁定在我们的平地茶园，要拓展它的面积。如果说短时间之内还没有办法恢复过去的荣景，至少一步停停的走。这道做法有哪掉呢？都两用碳块所在，两温水的这个茶园复辟啊，要来做100公顷这个复辟的这个过程，它大概有哪些面向？主要先简单介绍给大家知道。第一个呢，包括就旧的茶园更新啊，还有这个荒废的茶园茶地来复耕。第二部分呢，也鼓励其他过去是荒种的一些荒地来做转作。然后呢，同时也搭配在前端、后端都有包括茶叶的观光工厂、茶叶故事馆等等，希望来带动大家强下来种。汉卡呢，也又提出补出个办法大家地挑个又种茶好，本位摸种了后，有亏是来种。而挑茶树种下去可能有等3年的时间，所以基亚提出了又动作该补助。第1年、第2年、第3年都分别有奖励种植，还有养护费，台体困起了又按用该进签补助。该副科总该请问就突然时该立冲来讲。你就起到了解茶才走在推动的一个潜力产业。那在这样的一个扶植方面，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的龙潭来推动这个计划成一个主轴的核心？除了它面积本来就比较多之外，还看到哪一些利多？那我们这边有很厉害的农民，然后而且集约的生产的话机器能够集中在这里制茶的机器跟技术都集中在这里，这对产销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才选了龙潭作为我们的基地。是，那你们这个计划推出来，然后公告以后，目前在地方上的茶农界得到什么样的反应或回馈呢？前3年我们是推动就是茶园更新那茶园更新实际上这个影响到农民的生计，就是说我所有的茶园我不能够一次更新，我是分批慢慢更新，所以那目前就是已经执行第3年了，有部分的就是已经太老的茶树都已经更新了，但是今年市政府推出一个更新的政策，就是希望就是能够稻田，然后也转做成茶园，然后这个茶的话就是有点是大包装的那种，就是茶包，茶包能够上市的话就能够对农民，因为茶的收入可能会比我们是估计可能会比稻米高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推动，今年开始会推动平地茶园，那前3年是茶园更新计划，100公顷是我们的目标，那也只是初期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假如试种成功的话，这个财富是带给农民，然后那政府的话是有这个义务的，那我们只是先暂时定100公顷，后面还会再增，假如好的话我们会再增加。好，非常感谢寇总。所以寇总讲到，你所有的增加200公顷还包含到两摊挑过都有种茶改 Q 茶染，他要做这个茶树的更新，也就是说淘汰到老的树种换新的，来增加它的产量。然后一部分呢也鼓励挑过我们的种茶，比如讲凤体改水天啊，然后也来准走。来种茶尽量想办法让这个面积扩大。那如果说茶价好，我们种茶的茶产业有前景，那农民我相信种的意愿应该是高的。大家都突然用太难打波呢，了解农民糖都市政府就按个个计划，佢哋系有信心的么？佢哋系期待么？佢哋想会做么？从前一产真个蔬菜过了整理一下。此时就停定不可以种茶的王金武，2年前同3公顷的茶园做更新，也就会将老茶树改做新茶树。因为你没更新那个老茶树都牺牲免了1公顷产量才1000公斤按更新都6000到7000公斤起跳如果没有更新前，你1年差不多4000公斤，收入就差不多10万块了。按更新后才6倍。有4000万元的种茶经验，王金武当清楚茶树的生长习性，超过25年的茶树产能就会渐渐下降。其追求的是效能生态化的轻业化农业，所以透过更新将实际达到日期效果。这是王金武还需要一道管理方式承受。
真係10年來氣候改變的吼，有落水加落到多多，啊冇落水就幾安也冇落水，吼你冇用一現代方式吼，做一噴灑設施嚟講吼，人茶樹吼到熱天加做通通時間長的。王金武將茶園建設也配合禮拜桃園市政府推動嘅平地茶園計劃，希望做帶頭作用，提升規個桃園嘅茶產業。另外，其他呢項計劃嘅還有基礎段。呢片係關於有名做茶工廠運作嘅情形，機械化嘅生產仍然克服嘅需求。這幾年來，關於茶產量越來越少，原料來源直接困擾等業者。原料的下降，其實多了個需求的增加，就造成很大的反差。要對於我哋做業者來講，係冇原料好用。故所呢，政府能夠用了個平地茶園，然後呢，就係講了個農地復耕呢，要對於業者來講係非常好嘅事情。桃園市推動嘅平地茶園計劃，也有相關嘅獎勵辦法，寫茶農家業。初期係到龍潭成立100公頃嘅示範期。這兩項看起來對茶農同做茶業者冇難嘅措施，再有相關嘅灌溉設施配合，才受擴充期生產成本呢條問題。只要相關單位做進一步說明，茶產業將是得向永續發展。你係咪一個新嘅產業法律哦？到底農民是觀望的氣氛濃厚呢，還是講動手見來挑戰？那問題我要先強調，你兩潭區嘅茶座班嘅班長，也係農會嘅理事黃金武黃班長。班長，我請問吼，那個計劃推出嚟農民提提嘅想法係如何？到呢個那個土壤兩潭那個平地種茶吼，佢最大嘅好處也係講優勢嘅條件係到哪呢？是我的朋友哈，給日本看過一個日本農民哈，75歲哈，他可以做25公頃的茶園，按翻嚟哈，然後還可以茶乾做完了25公頃，我想到也係掉，龍潭我們這個台灣人哈，一甲地哈就做半條命，好，所以講自動化哈，個機械化是一樣農民現最重要嘅，因為咱農村有冇乜概念咧，吼，你下台地嘅農民甲下多，所以你意思講到平地裏種茶，它好操作，容易機械化，係屬於到最主要嘅一個優點係乜呢？龍潭嘅茶園大部分在台地平原哦，它的個基非青苔，哦，這個像高原台地就差不多有500公頃，非常嘅大，哦，像係最近吼。咩等於注意啲3公頃嘅地吼，我也去做整個整片和自動化。仲有一個動作的手機都勁嘅茶咯。一甲檔哈，你若老茶樹吼，1年就差不多4000公斤，新茶樹哦，就差不多乘以它6倍。6倍的產量，增值這麼多哦？真的這麼多啊！好，按用愛地咧，非常感謝班長。所以班長講到，你兩潭界到平地裏種茶，第一大的特色跟好處呢，是這個茶的產量可以激增。其實你大家哈，你下本土嘅茶，無論係面積亦係產量，透過兩種土可以看起來係年漸年嘅下降哦。15年前到95年嘅時節，該東西種茶嘅那個面積啦，哈，還有1.7萬公頃。我到了下15年內，只剩下1萬出頭公頃而已了哈。那面積是驟降，推翻改茶迷女系喜衝捆頭。我們台灣人原來這麼愛喝茶，一年的內需量將近來到了9.1萬公噸。就好，你捆頭剩下量，我們自產的量其實才不過1.4萬公噸。所以你安台嘅這個空缺市場的缺口，完全係以是緊求，所以進口量是有8萬多公噸這麼大的量。愛縣強高，那個藍主任，我們講到說台灣的茶，往往想到是高山的烏龍茶，它是精品茶，價格高，然後市場也很受到歡迎，但是是小眾市場。請問，如果說在我們的這個龍潭台地的茶，我們想要
抓紧它的核心市场，是不是要锁定在那种大众市场，或者是所谓刚刚科长讲的这种商用茶？既然我们现在可以冲高茶的产量，刚好可以来补足我们那么广大的内需市场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先抓住这个市场的策略？那我们在前端的生产就可以安心的来保障生产。全世界咖啡最大的一家公司就是我们的那个星巴克公司。他们在3年前买下了一家已经上市的茶叶的公司。他为什么？我已经是最高档的这个最有名气的这个咖啡的公司了。他也要抢茶市场对啊，他为什么要抢茶市场？因为很多人爱喝茶啊。除了爱喝茶之外，茶跟生活有关系，跟文化有关系。所以龙潭茶的优势在哪里？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因为平地嘛，接近都市生活圈。对，对。那我们除了产量之外，刚刚黄班长提到说，如果你愿意更新的话，产量一定可以增6倍哈。那在我的观点哈，在我的经验呢，我实际的经验呢，可以增加到10倍哈。哇，你们听了一定会吓一跳哈。我们民间乡的茶园哈，一年1公顷绝对可以到1万公斤。绝对保证可以。当然，我们那边纬度比较低了哈，纬度低的话，一年可以增加1季的采收期，甚至到2季的采收期。这是这是量的增加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龙潭最大的优势就是接近消费者，还有我们现在台湾最贵的茶是什么茶？台湾的各大7大特色茶或者几大特色茶的话，最贵的茶还是东方美人茶，不是高山茶呢。我们的价钱都比高山茶贵2倍3倍呢。所以平地茶的优势量多，品质也可以很好。我们先谢谢蓝老师。对哈，主人又到你讲到到你个偏题那个茶那个优势又动动，看到第一个它生产期长，刚刚农民有介绍，一年可以5收4收这么多它的产量大。从6倍到增长到10倍，这个量大可能就站稳了市场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它可能也容易操作，机械化，因为现在农村的人口都普遍老化，所以还讲偏给茶染走的圈谱的记海法，那当然就跟这个产量是相对应的成长。汉卡呢，这个人工成本也降低。除了这些外部的客观条件之外，透过我们农民很成熟的制茶技术，它也可以是个风味好茶。所以统结几个优点，它平价，然后它产量大，然后呢，它也有它自己的在地性的风味，很亲近我们广大的喝茶的人的这个人口的需求。所以恭喜嘞，都突然的退展总茶动喉。所以现在希望我们桃园的龙潭茶可以复辟，但是呢，在这个克服过去让它没落的这些原因，这个再起的方面，我们就要从几个政策面上来实务的讨论。先快风抢高，你讲农民朋友，倘若那个计划出来，大家也想为了种嘛都是几类种，尤其是我们针对第一个主题，就是现在大部分是鼓励旧的茶园翻新。过去我们这就是茶乡，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然后有茶园，你有重新围绕楼改属而土体稳种性改，然后方面又多到哪有困难么？汉个政府你也退出个补助也好，奖励也好，你都有起到那个补助又你都有需要的么？你现在请问，你两摊起改那个茶农朋友那个先生。现在我们盼望呢，我们资财的问题很揭晓。像那个所谓的资财是欠嘛干欠水啊，欠配啊，当多挑狗有水么呢？挑狗有水就天落水啊，唔明白个东西啊。像我们这龙潭呢，就是欠水，天不下雨啊，天不落水时节，从了7、8月的时候，完全枯干了。枯干的时候，茶叶就死掉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俩起头要来复耕复种，最主要还水源要清多堆啦。对呀。好，非常感谢那个农民抬过。他就其他个农民朋友讲话咧，反映到来意见么？种茶有嘛个困难拄到的，那个先生。那虽然用这个民生用水暂时调度一下，可以解渴一下了。一种落去冇落水，茶就会晒死啦。就係啦，給民生用水真係調度一下。打漿啊，那好啦。打漿好啊，用辦去個冇想會打漿咯。打漿係嘅成本還夠啊。所以缺水，所以要來有一些交換設施或者是打井，你要的新本動夠。要補助一點。哎呦，所以是到你可能欠他唔啦哈。好，先感謝你搶錯。還是其他個鄉親朋友也會發表意見的麼？先生，尤其我在10年前我就推廣台茶17號，
这是我推广出来。我就在我的茶园啊，以前那改良给我们种了说200棵，那产量啊，我那40年了，它还不变，那品质还不变，越砍那个产量越高。所以这种的抗寒的茶，对我们这个抗寒，我们寒底啊是非常有效果的。中央用强劲太棒了个，产量就低，几年了，天寒它就枯死了。以前改良厂给我们的信息是说，抗寒是青青大胖，以前是王甘种叫我们淘汰，对不对？叫我们用青青大胖。我改良厂出了台茶12号、16、13号、14号。那你们现在农民是需要是什么样的品种呢？是要量，我凭良心讲，我要台茶17号。你们要台茶17号，要量，但是要品质的话，我们开茶工厂要品质的话，是要青青大棒或是台茶12号。所以，今日农民记者所提出来问题吼，了会种茶好，大家有意愿为种，不过拄到最主要2台问题，2个吼。一个系了天时天公不作美啊，哈，极端气候改清空哈，汉卡呢，挑狗因为肺炎的很多，所以过去的灌溉设施条件已经不如以往了哈，所以你看欠水可以提出来个问题，那个问题应该就现场问胡科长，在我们的这种各种的种植奖励或养护奖励补助之中哈，听到农民现在原来种茶最缺的是浇灌设施或者是饮水灌溉的这个设施，那农民的反映普遍成本都是很高的，垫得很高，所以这部分我们有在考量，在拓展茶园面积的时候一个重点吗？我们除了这个3年养护195000元之外，我们另外还有浇灌设施跟深水井的补助，还包含水塔。所以那原则上深水井是每30公分挖深水井30公分是补助800元，上限是20万。那浇灌设施连上就是储水塔那部分我们1公顷是25000元，上限也是20万。实际上我们知道去年就有就是农民就是申请成功深水井了，然后只要是有拿到就是说就是水权许可的话，我们就通通都补助。那我们也知道桃园其实龙潭其实真的比较辛苦，因为早年的历史因素地理因素没有那个农田水利会的进入，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等于是帮龙潭在设计的，就是有深水井和灌溉设施的补助。是像这个找水的措施，目前来讲算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因为除了种茶之外，其他的耕作也需要用水，那还有我们桃园有很多工业用区也要用水，所以除了说在钱的补助上就能够解决掉这个水荒或者说种作水源的问题了吗？我们其实一直除了补助之外，我们一直有在跟农田水利会那边沟通，就是希望能够恢复龙潭台地能够有浇灌的功能。但是这个在技术上面是有困难的，因为早年做这些工程可能很简单，现在做这些工程经费还有土地的取得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短期内的政策，我们还是先就是希望农民就是能够自己先做一些浇灌设施跟深水井。那龙潭这边的话是已经有申请成功的案例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短期之内先用这个，那长期再看国家政策。是。短期之内先感应去改茶园对种了改浇灌个设施，要讲打浆啦那问题应该请问我们一样龙潭区茶作班的副班长刘副班长，应该就会请问从用水啊。因为是种茶第一要件，不过现在公部门来讲说会有另外再专而补助来这种做浇灌设施。不过想请问，这样子有部分解决掉我们现在要拓展这种平地茶园面积的这个瓶颈或困难吗？人家补助的补助问题你大好讲，咱管3分之4分之的算唔好啊。所以你看像太面积啊，就它太4甲、5甲、10甲对好讲15万、19用这甲用这半天呢。所以讲你看卡多嘛，刚刚我们我们主任他也讲了说，然后懂得太梯主任嘛啥，小人国6福村，渴望宏基，佢都买到梯佢唔會拿嚟講茶人。之前開始有錢人嘛，所以講佢唔會卡到講偏移茶人，10公元1生面，我田同我都田同唔得。所以講，你下就講細農民講茶人大好講慢點打，因為講唔敢打，錢按多啊。所以講，你下希望市政府來了解盡量來拓展然後再開始才能講，你逢天沒逢天嘛，你逢天啊打你荒地稅啦。唔過你政策問題會牽扯到選票，我就唔敢講嘅啦。所以講，你下就講，拜託市政府你下就不用睇咧3甲、4甲、10甲我睇下來規劃會好好做啦。是。科長，這位農民大哥他講到其實在這個把面積拓展，其實共用設施、灌溉設施那個可能是最利多的那所以在這個
你们在拓展茶面积有很多的想法，不过就在媒合农民释出他们不要做的耕地，或者说去其他的转做，这方面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做法呢？所以今年我们就是推出来新的计划，就是把稻田转做成就这个部分，希望可以做鼓励转做，来一起加大那个面积，然后某种程度也可以解决这种水大家一起共用的问题。那跳下也要讲到吼，出体水资源底下大家都动欠，为跳过其他嘅方式来建立起来资源，还有哪位是个差种了好呀唔好品种也系个问题啊。因你哋都挑咱个两摊提起，跳过种下豆干呢，系这种台茶17号，又叫做白露哈，它有一定在这个平地、台地茶园来试种的特性。那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茶改厂副厂长，其实，在配合桃园市政府这样拓展计划之中，我们会特别建议或鼓励农民在这个选育品种上是什么样，是真正适合我们这里种作？刚刚农民反映到量又有，它的品质又可以好的呢？那我们先前就是大概都是以清新大某、清新太潘为主，清新大某，那我们有一个推一个台茶17号，它的生长势非常强，产量非常高，它比较适合在做那个大用商用茶没问题，就是我们饮料茶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整个桃园市政府主推一个这个碰风茶、东方美人茶，还有一个桃韵红茶，这些那个都可以来种植。像台茶17号，它萌芽期非常早，比清新台潘、清新乌龙都来得早。所以说，我们还要除了大众饮料茶之外，可以用制作许多的我们这边的特色茶类。那我们没有茶的话，第一个我们还可以做绿茶。比如说，它萌芽非常好，它的绒毛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它做的红茶也非常好，它绒毛非常的漂亮。那东方美人茶也可以来制作，但是我们这边以东方美人茶来讲，当然是以品种是清新太潘这个品种会比台茶12号来得好。当然，我们新种植的100公顷，我们是建议是2个品种都可以并行的。一个是产量是以大用商用茶为主的，一个是以特色茶为产制一个的目标在。那我们因为刚才讲说，如果是新种植我们刚才讲灌溉设施就非常重要，还有一个耕作制度的问题。一般根会浮上大部分大概都是没有中根或是深根，所以说这个部分当然可以从2个方面一个是刚才讲灌溉设施，一个从栽培管理上来克服它。所以说我们这100公顷的话，应该是品种多样化，不是单一的一个品种。是那个刚刚大家一直谈到这个缺水的问题、灌溉的问题那我刚刚讲说，我们那边的1公顷可以达到1万公斤这个当然有灌溉水的条件我们那边的这些茶园可以说每一个茶园都有喷灌设施，自己都有自己的水库那你们会说做水库很麻烦那我们那边的乡公所，你们现在是区公所嘛我们那边也是这样子山坡地，它会有一些河川，这个河川地这个山谷的河川地，那我们都做成水坝，水坝变成乡公所来管理这个水库，把水这样子卖给这个农民，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缺水那现在气候变迁这么严重，你叫天空要给你水那你只能自立自强，靠自己想办法。这是我的想法。那刚刚讲不要一个品种的话当然是不好。我刚刚提到说，你要做观光茶园的话，那个消费者随时到你的茶园来，你都有茶可以给他采，都可以随便一点点茶去给他做，他自己做出来他就很高兴，而且这个价钱一定高出很多这是我的想法。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过去的旧茶园想要来复耕，让它成长茁壮几个当然我们的品种选育搭配多样性的种植，它有很多后续的好处啦然后还有呢，搭配我们的这个浇灌设施，我们的饮水灌溉，希望可以跟最大化、集中化，来让我们的面积在扩展的时候有一个依据。那还有呢，农民朋友这个技术慢慢的要被唤醒当然我们农改场就在这边，我们的学术单位常常都可以给很多的帮助。所以讲到其实呢，大家突然种茶有好处，农民也想会种。不过其实呢，都拓展这种所谓天地茶染嘅政策啦，透过度千染种是用嘅洗退，其实也有退出咧。好比讲，记到该上市变改时阵有100万元，不过呢，
腿唔疼痛啊吼，上唔痒，了解签也无法体，用办讲为鼓励农民种茶为变得动困难，系咪啊？有其他嘅需要被突破的瓶颈系到哪位呢？应该透过下位嘅报道来了解一下。你下看到嘅茶树产量无高，因为刘俊兴去年同了啲4分体嘅休耕无田改种茶树，希望达到发农体嘅效果，也是在增加收入。是无的吼，该品种会动多啦，人员咱数成200天的啦，你还种茶吼种500啦，不过你还就讲茶总会送，总会奖嘛，送要送本你要奖嘛。刘俊兴种茶20万元，爱同无田改种茶树，技术上唔咩问题。这本来无田嘅土质同种茶嘅需求差异动态，所以拖列底茶叶地板、石头、贴皮多。另外，无田嘅灌溉系统同茶叶嘅条件也无相关。刘俊兴就同水沟挖太头，方便排水。田带内哦，较板。种树的茶根吼，基本山的时间嘛，该讲这么多水啊，个田就忍水嘛，所以个牛探奶吼一定要大杯传啊，所以讲掠茶吼较利水的啦。问题掠田带下沙谷较多啊，种掠茶认同种的奖问题会较让无，你可能山茶种2年，你可能要种3、4年、4、5年，就冇一天啊。像刘俊兴安尼同农体转做茶园，也系桃园市推动平体茶园计划嘅其中一个项目。不过，除了要面临农药同生长环境嘅问题之外，茶树嘅品种也系得到相关单位注意。迄个安尼做法咧，一个茶界厂啊，也有请好嘅研究计划，研究嘅实质嘅成绩，对于好嘅茶种，对于茶好种茶落用晚年来，一个施肥也好，一个。寻到较好的茶种咧，适合个平体来种出来些，也要健康较好的。虽然桃园市政府有心要提升桃园嘅茶产业，只是农体转做茶园，要面临嘅技术问题当多，像是农药、品种海、灌溉、落培等等层面。所以除了经费奖励之外，亦是内通性嘅执行计划，将使得提高诱因。本想爱转做个农友看到希望。好，求个茶园啦，为重新建立起来，就遇到困难的吼，天天咧会做，很加性格，跳过系比如讲种花啊，也系讲种果子，目前用种作个土地要转做嗰类种茶，系咪难度都很加高？然后问题当然要快风墙，你个现从茶农来反映一下，你现在抢那个欣赏。有关这个种植这个茶园，你到底要挖沟要挖多深？可能那个比较低的地方跟高的地方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有的茶像还有人种那个所谓18号，18号它是属于那个红茶不是吗？它其实它是算乔木，然后还有那个灌木，我们一般的这个茶园都是算是那个。灌木嘛，就是它很矮，它就插枝。可是有的茶，它可能是长起来以后一根上来，像18号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打沟的时候，可能农民要注意说，你的那个还有那个方向，就是面对东北风的方向。这个我们都是请教那个很有那个资深的这个老农民来那个把这个技能。传授下来是这样子。哎呦，唐喜嘞，光是整地就有很多的这个问号哈，所以咧整体部分动重要。好，先感谢。起码就其他乡亲朋友也都会反映，你目前用个种作个土地的文类种茶，还有多多哪条瓶颈喏？那个欣赏。以前我们关西的茶，小时候骑着脚踏车载茶卖。他都能够养活一家人，为什么现在通通都不在了？茶农也没有了，茶树也死了，都没有办法去承接下来这些工作。所以你还是政府讲，政府基本系讲会推动，来重新来复岗来种茶。我看到他那个我们的班长，经常的这样子整做，我说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还在上班，又要兼顾家里，我们变成想卡打乡村啦。好多人讲哎呀，双脚踏实船，没有专业去做。现在退休下来，
看到我们桃园县又在推广，又补助这么多，我们新竹县你要去申请，你要动个土哦，都很困难呐，这什么山坡保护的、水土保持的，都很困难啊。你别说奖励我，你先不要罚我，我就阿弥陀佛了，好吗？我自己来种，自己来的，我要怎么整地你不要来管我我来还是一样，我农地还是农用嘛，对不对？好，感谢那个欣赏。所以来欣赏讲到其实信主也好，土壤也好，都算是推提种插动然后休强种休强孙染种然后可能要谈一下好，两篇给我整理一下，向亲朋友问题，应该先为我们茶座班的班长为农民做统整的一个提问，来具体请教我们的来宾原来在这个在转作方面原来在整地上就碰到很多的在法规上的相互抵触，所以从农民朋友碰到的困境来讲，会不会希望从政府部门除了奖励补助之外，会有一个专案的办公室或者是单一的窗口来统一解决这种跨部会、跨单位所有法规整合，来协助农民，很不农民的腿表 CQ 呢？所以我希望农业局要有一个单一窗口直接统领水务局不要说。农业局同意，水务局又不同意所以变成农业局要整合水务局把我们的困难跟他讲说，我们真的是种茶，以前就种茶，你现在叫我们不要用机器开挖，那我用人工，那我就不要种茶了对不对？这是事实啊。是对，你要我们成本不断垫高，叫我们他们只说我的就用4吨以下的怪手去除茶，那一甲地除下来我成本都比种茶贵10几倍。是，好，这样你的意见我们知道了。怎么样分辨实际改杠种行为，还讲请财馈填散播体，然后部分就要请教我们科长来做回应说明。好，我知道，其实农民有很多苦就是一动。然后就是那个水土保持法，或者是农地回填的罚单就会到。其实我们在桃园市，就像刚刚他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实际上是看是不是真正在农用，因为其实法是保护大环境的。然后你任何在山坡地上面的上游的开挖对下游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法它本身的设计，它这个规范是保护整个大环境。那当然是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先事前报备，然后提出申请，然后经过专业的判断，然后接下来才不会有影响其他地方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是农地农用，那我们这边也跟水务局那边就是水保课那边其实有讲好，就是说申请案送进来给我们，我们将来就找他们一起来。但是他们的法跟我们的法究竟上面就是对于这个开挖的认知是不同的。当解释不同的时候，我们也要保障合法的农民解释不同的时候，那又该怎么样来权衡呢？我想每一块地都有它的立地条件不同那假如说是有一些特殊的案例的话，我们可以经过会看或干嘛来达成沟通。不过像刚刚讲那个4吨以下的是他们的原则，那我目前还没有看过打破的。然后但是我们愿意就是协商看看。然后因为究竟他们怕大型机具的开挖会对环境的下游或者是有什么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讲的就是每一块地有不同的立地条件，你实际上在农用，你只要提出申请的话，我在想就是在法令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会尽量帮助农民。是，那刚刚有一个先生提到这个请到废土与这个改良土质之间的定义他说那个希望建立 SOP， 这个 SOP 现在是不存在的吗？有，其实有那个就是课土的规范啦但是课土规范因为它我们桃园就是有很多那个烂到废弃土的蛮严重，所以它都必须经过申请，就说你的来源端，你的就是到的端都必须要做一个勾稽或干嘛，是比较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的可以协助农民吗？对，我们农地管理科有单一窗口可以协助，然后有任何问题，因为就像我刚讲，还是就是每个地方的立地条件不同，环境不同，然后一定可以克服的。但是就是要看大家就是怎么样配合，我们怎么样来协商。那现在在市政府来讲，我们的单一窗口就会是锁定在农业局。是吗？那虽然你们人力可能有限，但是是请全力来帮忙。那蓝主任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刚刚提到那个刚刚水田转作的问题他们觉得很害怕那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害怕，只要你们收成够的话，农民都会试做那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请这个龙潭农会或是怎么样到民间去研习观摩，
我们那边有很多水田改植改种这个茶园的哈。经验哈。哦，那个只要你不要种清新大摩跟清新乌龙，就都没问题。这2个品种，它喜欢比较酸性一点的。那你如果种金萱或是种这个台茶17号的话，它都可以长得很好。但是最大的关键就是你如果是水田的话，它长时间的话会有一个土给啊哈。你这个如果没有把它挖破的话，就是没办法。我看土给是什么呢？哦，是这样，所以要把这个表土重新要翻新。那个硬盘要把它打破。哦，你如果没有把它挖破的话，它会积水。积水的话，茶树的根你浸泡在水里面24小时，它那些细根就都死掉了哈。哦，那农朋友要听一下这个资讯哈。那刚我看那个很好啊，它跟茶园新的茶园，它旁边挖的一条很大很深的沟啊，那就是怕它积水。是，大家技术农民很聪明的哈。对啊，是。好，先谢谢主任。那副厂长，我要请教。的确，如我们的主任讲的哈，农民水稻田休耕要转做种茶，他们其实心里是会有一点抗拒、有一点却步的啦哈。那刚刚主任就在讲说，本来我们这边非常鼓励种作的这个清新大摩或者台茶17号，原来品种上也有一定的要挑选的。那在这个转做之际哈，有一些什么样技术可以今天这个场合先来几个撇步告诉我们农民朋友的？好哈，尤其这个水稻田的转做哈，刚刚承蒙蓝主任讲的哈。一个叫我们做水稻有一个离底层，你一定要用怪手，差不多挖到1米深，这个就牵涉到看水土保持有没有破坏，这个事先一定要去申请，法规上要去了解，法规一定要申请的。第二个如果你要刻土，那个土壤的来源一定要干净哈。你那个尤其是茶树，实际上是微酸性的土壤，你不要去拿黑色的那个碱性的拿来倒下去，反而会更惨呢。你说像什么银剑废弃土那些根本不行。对，因为它需要微酸性，它要 pH 4.0到5.5。它是要微酸性的。第3个，刚才讲说，你的排水沟一定要把它做好了。第4个的话，你可能如果太低的，可能要做席。做席沟，做比较高席，差不多在60公分的沟。刚刚我们乡亲也有问说，如何挖那个沟？这个是排水，因为茶树是属于多年生的木本植物，你进到水的话，它就容易枯死掉。所以另外一个我们发现我们农寒这边那个有机质太低了。我们有机质说希望都含量在2%以上，也就是说1公顷需要到20吨的有机质，不够营养，不够肥，不够肥。那所以说我们发现我们这边产量那么低，第一个当然是肥料有机质含量都还不够，是，那怎么解决？我们酸性土壤本来这它的肥沃度就不足。所以说刚刚讲说我们在种植的时候，我刚刚看到我们乡亲理论上你挖起来的话，挖沟起来要种植下面要换一些的有机质肥料，1公顷最少要20吨，像树皮啊、蔗渣、纸浆等等。所以说刚刚我们乡亲也说，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补助有些资材，这个就是一个基本。你也地图啦你下种茶有好的价值，要有好的前景跟对农民的收益，自然跟农民就会天天在干业，在控台这个面积，所以讲到了下呢，出体了下推动了个平地个两摊差，出体为好品种、好个种子方向，还有动好势、做势个方式之外，了个品牌呀，就是讲我们除了种作在一级产业把它生产出来之外，如何加值它的特色化，而且还扩及到周边，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实质上也牵扯到相关的软硬体的设施。你跟我想一下，跟我讨论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些附加价值的创造，不那个产业还卡入控台个机会。无论是市区巡防界太皮塘，也是郊区界茶园，龙潭万年拢是在感受到客家语文、历史、文化同产业。桃园市政府规划界打造茶产业永续发展计划地步，除了透过平地茶园提升茶米产量之外，还要有相关界管辖配合，用观光带动同行销茶产业。茶故事园区伫度。有一只茶叶的博物馆，也伫度做在收集客家人老茶历史，客家人老茶的关系，同时也做在度也到体验样板人摘茶，做茶、饮茶，甚至做在买到老茶米相关的文创产品，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远程的计划。
除了公仆们了解龙潭嘅茶文化同产业之外，关于有名嘅做茶太工厂也愿意投入计划，设立观光工厂，增加观光效益。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一些这个场所，让更多的国人来了解说，茶叶从耕种一直到采收，一直到制作，甚至到包装，它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链是怎样子。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让民众可以更来贴近整个一个茶叶的产制销的一个流程。那民众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接触以后，也更能够来去替我们的这个国产茶的这个茶叶能够来帮助它能够去行销到各地。由公仆们同民间企业共下投入，龙潭街茶产业出现复兴嘅希望。可比个配合未来咖啡会3万推动嘅浪漫台3線計劃，龍潭將會變做桃園客家莊重要嘅亮點。茶香呢個好名聲，也有希望對漸漸消失嘅名詞，佢會變做當地嘅意象同品牌。不過，安尼嘅演進，還係需要更加詳細嘅評估同計劃，本政策達到加倍嘅效果。要创造这个已经没落的产业，要让它复兴就要创造它的前景跟收益你下，你利用摊改茶农种出来了解动态量，那平时也阿妈好改茶倒在马沙瑞秀为买到哪维系，又可以驾驶摩拉动然也动重要。据刚刚乡亲朋友其实有提到，我们龙潭的茶现在大概有400多公顷生产的量，将来我们慢慢在扩充提高产量之后，现在的这个茶商或茶工厂来收这种平价茶，大量的这个算是像保价收购或者用契作的方式，让农民产销无余的时候，这个量当然就可以慢慢冲高。我们今天现场也来到了我们当地也非常跟我们的茶农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好的我们的茶商的界的代表钟总经理你好，来跟我们谈谈像如果现在配合桃园市政府这样拓展平地茶区的计划，将来茶农们这个茶产量都大大的提升之后，那在末端的这个收购或者说在品牌定位包装上，是不是跟我们茶农朋友都是相辅相成的呢？那么我公司目前的规划是把桃园的品牌就桃印红茶还有东方美人，但是过去东方的美人桃园在生产的东方美人并没有把它品牌灌进去，那么我们公司把它桃印东方美人。所以你们要强力的塑造那种在地品牌形象，把整个茶的价值拉高，包括整个桃园区包括整个桃园区那龙泉在地是龙泉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名产区名茶区，是台湾在网络上是10大名茶。那么我们也必须把它提升，所以我们也计划把它茶价的从农民的收购茶价的部分把它提升。这1-2年来，可能我们已经把它提升的大概有2成的左右了但是我们纵观整个龙潭里面的农政单位所记录，龙潭里面有1500多公顷，但是其中有300多公顷是属于青心大凤这个茶种，那其中有第2大茶种是金萱茶，占了100多公顷。那么我们公司就把它发展，把金萱茶这个去路，我们就把它发展，可能我们就把它成立一个叫龙泉金萱乌龙茶。是，所以你们不但收茶，其实也研发它的风味，研发那个品牌，所以将来整个在这个扩大观光工厂的时候，可以让这个相得益彰。我们先谢谢周总经理产业不单单只是生产，它周边的服务性质、观光性质，或者现在正夯的休闲农业性质，可能也是让它价值化的一个重要关键。各位堂采提乡亲朋友对你采提两摊茶我们讲的东方美人茶、蓬凤茶，你就还有哪个想法做得大蹦200个计划，也做得继续推动的。现在请教安尼了解线上。我这个思考啦，讲用办去创造茶叶的另外一个附加价值啦。单单按用他们茶，不能高山茶、比亚也是在台高讲，用他们茶就跑3跑0呢，莫跑，俺莫也是，俺也是高山茶。那等到我们投入了制茶的 DIY， 把这个制茶厂的台门打开的时间，我让他体验采茶，让他了解我们耕作的辛苦，他就不会再去嫌弃说你龙潭茶1斤要卖那么多钱，那就多元价值是另外一件事情。对，那也
这么多年把把制茶厂的大门打开之后，把一些的有兴趣的茶友带进来之后，让他了解说如何制茶。汉卡呢，记得对体验心满意足之后，也会买我们的产品，到时候我们可能实体店面也可以产生出来，所以连连滚动的好运，非常感谢。该现场也有any突然是插送共费嘅历史中哈，历史中邱先生，我也请问哈，像安样 any 地里突然改这个龙潭的花生糖也很有名啊，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种5步1店、10步1总站的这种模式也放到茶，让茶的市场让 any 个点心做得穷人都安有名呢？主持人问也请好。阳兴落来龙潭茶变得有价值，像我们讲龙潭这个花生糖这么有名，刚才讲的很好。因为龙潭茶两个问题出来呢，第一个我们没有这个政府应该来协助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做东方美人也很有名，做红茶也有名，我们工会也办了这个桃园好茶红茶的评比，但是大家会想到红茶就想到什么花莲的这个什么。其他乡镇嘛，所以我们的标示度、知名度还不够鲜明。第一个不够鲜明，我们的品牌定位要出来。像政府部门是不是来增加我们这个品牌公共品牌的设计？因为我们桃园市是这个我们台湾的什么国门之都啊，所以我们要把品牌设计好啊。一想到来台湾就买我们桃园茶。桃园好茶那个品牌很重要。第二就是我们这个走这个6星级茶叶，这个茶叶观光一是生产，这个1是种植，2是生产，3是走观光，是6星级茶叶的这个辅导。可以来辅导我们这个龙潭人家茶器地图青多了，小型的茶工厂，容易来辅导我们来升级，这个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卫生啊。因为很多人讲搞到走茶卫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政府来辅导我们，把我们的茶厂转型到符合卫生这个标准，然后呢，品牌的设计就是才会变成6级产业，让龙潭茶走向国门，走出国门。好，历史中提出来点点都会重点好，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会补充最后意见的么？我们请黄里长。平地茶园对安尼大家来推动。我们的有机农场对了富权呢，也有6、7间了。小人国、六福村也对了，对不对？尤其安利了哈，有我们的吉阳的茶叶观光农场，有我们雄狮铅笔的观光工厂要进驻到这边。但是呢，现在我们听到一个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让我们遗憾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政府竟然要在我们这个离这边200公尺的地方来设立一个火力发电厂。你觉得跟我们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真的是背道而驰，而且是完全不适合在这一边。我们不反对你设电厂，但是呢，你设电厂的地方是不对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利用我们这个非常感谢市政府给我们这，但是我们也希望政府重视到我们大家努力到这个时候，大家也都愿意年日的时间，做嘛该喊咱劳力安阳的天种杀对爱里头的味你该反映唐都，要普服专章来讨论大家可能大家也大家关心。我们的市场发展核心在于说，我们可以主攻主流市场的商用茶，我们也有品质很好的特色茶，蕴含着客家文化所以你个龙潭茶仅仅就给个乡里到体味来，最尾也抢寇总结合我们的茶商，我们努力勤恳的这些茶农，还有公部门3方一起来合作，从产到销，甚至到更高端的整个故事品牌的建立，客庄文化，包含从龙蛮推上去，用推展下去，然后动大家希望期待个未来呢抢寇总。发展客家茶乡一直是桃园市政府的就是政策。然后那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好的条件，我们这边的茶园其实也有一些步道。水土保持的步道或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可以就是好好的将来创造一个氛围，就是说跟着好茶去旅行，就到桃园来，然后就到桃园的龙潭来，所以这个是很有希望的。好，非常感谢寇总。所以从2下届200公顷，希望能把做的拓展到500公顷，甚至600、700往上追加。然后挑个榜眼进前，你个龙潭茶个后面上高100附近走起来。呢種出面台會當講嚟到兩灘朝茶農朋友共下嚟討論開講，南擺嘅茶業嘅法律、新嘅希望，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呢再會到，謝謝大家。